Hello，我係 Brian，咁就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啊！咁今集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簡單嘅日文啦。我仲記得咧，我第一次去日本嘅便利店嘅時候，就好想講下日文，即係喺個腦裡面咧不停咁喺度背啲日文句子。但當個職員一開口咧，我又係變翻講英文。我就發現其實你只要記低3句常用嘅日文咧，就已經好夠喺日本旅遊用噶啦。咁呢3句究竟係啲乜嘢咧？首先第一句咧就係 Hi。お願いします，亦即係好啊，麻煩你咁嘅意思。第二句咧就係大丈夫です，唔需要咁嘅意思啦。第3句就係すみません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，亦即係你聽唔明啊，或者想對方再講多一次嘅時候用嘅。即係譬如如果你去便利店買嘢咧，通常個店員都會問你一句袋いりますか？咁就可以用翻啱啱我哋學嘅3句説話啦。如果你要嘅話咧，你就答佢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。如果你唔要嘅話咧，你就答佢大丈夫です。如果你聽唔明嘅話咧，你就答佢すみません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咁又或者咧，你可能買啲便當咧，通常店員都會問你温めますか？即係問你去唔去加熱啊？呢個時候亦都可以用翻啱啱嗰3句啦。你要嘅話咧就はいお願いします，唔要嘅話咧就大丈夫です。聽唔明嘅話就すみません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啫。仲有啲乜嘢咧？譬如店員都好常會問你ポイントカードお持ちですか？即係問你有冇會員卡啊、積分卡嗰啲。咁通常你去旅行都係冇㗎啦，咁所以你就要答翻大丈夫です。咁佢通常都會明白你係冇或者係唔需要㗎啦。如果你想答得標準啲、清楚啲嘅話咧，你可以答佢いりません或者係持ってないです，咁都 OK 嘅。係啦，咁基本上咧，啱啱講過3句説話咧，就已經足以可以喺日本旅遊嘅時候用啦。就係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、大丈夫です同埋すみません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而如果你係初學日文或者你同我一樣日文溝通嘅能力都唔係好強咧，咁我相信難就應該係難在要聽日本人講日文啊，因為一嚟咧佢哋係講得好快啦。二嚟咧，佢哋有陣時係會用唔同嘅表達方式去同你講嘅，即係譬如咧，啱啱咪講話個店員會問你需唔需要膠袋嘅，咁佢唔係每一次都係講袋いりますか嘅，佢可能會講話你知袋はどうされますか，或者係袋は大丈夫ですか，咁其實全部都係同一個意思咯。你係唔需要聽得明佢後面講啲咩日文嘅，只要你記住袋呢一個日文係解膠袋咁嘅意思，咁你一聽到呢個詞語咧，你就會自然條件反射去識得答佢噶啦。咁究竟入到餐廳有啲咩日文係必定會講到嘅咧？佢通常都會問你何名様ですか，即係問你幾多位啦。咁通常都係2位起跳噶啦。咁如果係2位嘅話咧，就係2人です；3位就係3人です；4位就係4人です；5位咧就係5人です咁樣咯。而叫嘢食方面咧，我相信嗰個問題都唔大嘅，因為如果你去到一啲旅遊區咧，嗰啲餐廳通常都會有個電子嘅平板俾你去點嘢食噶嘛。咁嗰個平板咧，你可以教翻中文，咁其實點餐嗰度都唔會話好困難嘅。咁如果真係要自己點餐嘅話咧，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啫。通常都係指住張圖講 これ加數量再加お願いします，咁就已經可以應付到噶啦。你想要一個嘅話咧，咁你就指住張圖講これ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日本人都係會省略咗嗰個助詞嘅，即係これを一つお願いします嗰個を咧係會省略咗嘅，就會變咗係これ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咁如果係要2個嘅話咧，就係これ二つお願いします。3個嘅話就係これ三つお願いします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教科書教你咧，就會比較複雜少少，即係一條又係唔同講法，一粒又係唔同講法。咁但係大部分情況下，如果你喺餐廳上邊用一つ、二つ、三つ呢一啲嘅數量詞咧，店員都會聽得明㗎啦。我記得咧，以前學日文嘅時候，教科書唔係教你お願いします嘅，佢係教你ください嘅，即係譬如係一つください、二つください。咁但係咧，我就會習慣用お願いします多啲嘅。呢個純粹我自己嘅感覺啦，我就覺得ください嗰個感覺就好似，我要呢個，我要嗰個，就好似冇咁有禮貌。不過呢個純粹係我自己嘅感覺嚟嘅啫。正常嚟講，お願いします同埋ください都係 OK 嘅，都係有禮貌嘅。係啦，咁啱啱就講完點樣點餐啦。咁點完餐之後咧，你就同佢講一聲以上です，咁佢就會知道你點完餐啦。
咁都仲有一啲比較特別少少嘅情況嘅，即係譬如如果你喺日本嘅餐廳嗰度叫咗嘢飲咧，可能職員咧就會走過嚟問你哦飲み物はいつお持ちしますか？或者係飲み物はいつお出ししましょうか？呢句説話咧，我以前都唔係好聽得明嘅。喺日本嘅餐廳，你叫咗嘢飲咧，佢係可以俾你揀嘅，即係你個嘢飲係想嗰個主食之前俾你啊，同個主食一齊上啊，定係食完飯之後佢先至上俾你咧？即係有3個選擇嘅。你想嗰個嘢飲係喺主食之前上嘅，你就答佢先にお願いします。咁如果你係想同個主食一齊上嘅話咧，你就答佢一緒にお願いします。如果你係想食完飯之後先上嘅話咧，就係食後にお願いします。咁就係咁樣啦。而食完飯之後咧，咁都可以同職員講埋單咧，日文就係お會計お願いします啦。係啦，咁都希望今集咧都可以幫到大家，如果係去日本旅行，都可以開口試下講下日文啦。咁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啦，我係 Brian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